我身後嘅就係中山南區嘅熱門改善盤啊，鄱陽天柱。網上對呢個樓盤嘅宣傳可以講得上係天花龍鳳噶，但係睇樓最怕就係報喜不報憂。我係阿豪，一個從業超過13年、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今日我想向呢個樓盤咧就拋開表面嘅介紹下，同大家實打實咁樣去剖析鄱陽天柱呢個樓盤嘅核心優缺點。睇完我嘅分析，再同大家去售樓部咧，自然就會知道邊啲係重點，點樣去問銷售嘅問題，心裏邊亦都有自己嘅標準。首先咧，先講一下佢嘅優點啊。天柱點解呢個盤可以賣咁貴？第一咧係佢嘅產品用料有底氣，鄱陽佢係屬於國企啊嚇，交樓係比較穩陣嘅。而家我哋睇到所有嘅漏洞都係準現樓嘅狀態。最大嘅賣點，我認為係響我哋嘅交付嘅時候嚇係略足料嘅。每一個戶型都有全屋嘅動致中央空調、華為鴻蒙系統，即係佢嘅智能家居啊嚇。方太嘅翠芳三件套、歐派翠櫃、摩恩嘅水龍頭等等，仲有全屋雙層隔音路爾玻璃同埋諾貝爾嘅大磚。睇樓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摸下佢嘅門，睇下佢每一個手邊，就知道鄱陽嘅交付標準同快餐式嘅裝修，佢係有邊啲唔同嘅檔次。賣得貴就係貴喺佢嘅交付標準，呢個係我個人認為嘅嚇。第二個咧就係開發商識得玩實用率。舉個例子講一下佢嘅明星回應142方，可以做到嘅係4+1房，實用率係超過100%嘅，加上佢嘅設計比較巧妙嚇。142方咧，佢係做咗南北對流加一個大陽台，並且佢嘅南北對流咧係一個大橫廳、零走廊、浪費、零公攤嘅一個戶型，用改善嘅面積做出咗進階車居大拼層嘅生活體驗，所以好多朋友響城區買房都願意，因為鄱陽嘅戶型嘅得房率設計，用相對貴少少嘅價格嚟埋單。第三咧就係佢嘅地段配套，其實呢個位置我覺得係比較正宗大王嘅位置，坐擁嘅係東區、石岐、南區3個區域嘅交匯利好，最大嘅賣點可以行路大概係5分鐘就可以去到天空百貨對面5到2公里係樹木園，交通上咧近住深中通道，我哋中山城區嘅第2個出口啦。中海高速一腳油門就直接可以到達深中啦，呢個亦都係吸引好多香港客戶嚟中山買樓享受選擇呢個樓盤嘅隱形王牌。第四咧就係佢嘅小區配置對得住係鄱陽比較高端嘅定位，萬和系嘅配置。小區嘅環境大家睇一下，佢唔係話嗰種普通嘅園林綠化嚟㗎，係按照度假式嘅園林打造，同時亦都係有一個接近超1000平方米嘅下沉式嘅會所，有書閣啦、業主嘅試驗廳啦，同埋如果我哋有需要響呢個小區裏邊做埋圈層嘅社交，都係非常之 nice。仲有就係佢嘅智能系統同埋交付細節都係穿透式嘅設計，例如響我哋中山好少見到有嘅水泵房、村屋嘅淨水系統、停車場裏邊嘅自然通風等等毫不誇張咁樣講，鄱陽呢個小區嘅配置係有一種骨子裏嘅講究。咁聽我講完咁多好聽嘅，再同大家講一下呢個小區嘅缺點首先呢，就係佢嘅價格相對嚟講係有啲離地㗎。天柱係位置響南區，佢目前嘅賣價15000一方起佢係要比南區所有嘅樓盤，甚至係比東區石岐部分嘅樓盤都仲要賣得貴㗎。所以喺你喜歡呢個樓盤嘅戶型同埋品質嘅同時呢，同樣你要為佢嘅產品力支付更高嘅一個溢價。第二就係噪音問題啦，而其呢佢有部分嘅漏洞響前邊嗰個位置佢有部分嘅漏洞呢，佢係靠近南外灣嘅，所以我建議大家喺現場睇樓嘅時候唔好淨係睇樣板間。我建議可以揾人去陪你到工地裏邊實體感受嗰個聲音、視野同埋佢嘅景觀。當然啦，呢個如果係揾到阿豪去睇樓嘅粉絲朋友呢，呢個亦都係我嘅標準服務之一有需要嘅認可我嘅都可以你提前約我去睇樓。第三個就係鄱陽對應嘅學區一般般嘅，我個人認為鄱陽天柱呢對應嘅書包係祝壽苑小學同埋中山一中嘅亮都中學。其實呢兩個書包嘅環境同埋響市區嚟講唔算差，但係綜合佢唔算係一個比較頂尖嘅書包。所以如果大家要考慮一個頂尖書包嘅朋友呢，我就唔建議特別關注呢個樓盤啦。同埋有需要略樓就係步行到學校嘅呢個樓盤都滿足唔到你因為佢對應嘅嗰兩個書包都係大概要距離樓盤大概係有3公里左右㗎。咁講完優缺點，同大家講一下鄱陽呢個小區嘅戶型係點樣同埋點樣揀，邊啲朋友值得考慮。
咁遠洋啊，佢就只有3個戶型嘅啫，一個117方，一個係142方，同埋一個177方。先講117方啊，117方大概佢嘅總價係160到180萬左右。呢個呢，我覺得如果你嘅預算係比較有限嘅，但係想要一個更多房間嘅改善家庭，比較注重嗰個空間嘅利用率，可以考慮一下。但係我建議盡量避開靠近高速嗰啲漏洞否則咧你嘅居住品質會比較打折扣㗎。寧願選一啲中低樓層景觀冇咁好嘅，都唔好去選擇噪音大嘅一啲位置第二個142方嘅4房，呢個戶型響220萬左右，亦都係我個人比較喜歡嘅一個戶型設計。嗰啲戶型咧係南北對流大橫廳，啱先都有介紹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加一嘅房間，可以根據你自身嘅需求做一個靈活嘅使用，比較適合一步到位，注重居家寬敞感同埋舒適度嘅改善家庭。我強烈建議選擇咧就都係靠近翻小區園林嘅，靠近小區中央位置嘅漏洞選一啲中低嘅樓層，可以避開佢嘅噪音。仲有一個就係呢一邊嘅177方嘅樓王4房3衛，總價呢大概係300萬左右。小區嘅樓王位置，獨梯獨戶，私密性亦都係比較好嘅，贈送嘅面積亦都係比較大睇翻呢個小區園林啦，適合預算比較充足、追求圈層同埋物業長期保值嘅高檔改善所以話咧，無論你係剛需又或者係改善，其實遠洋都有對號入座嘅一個戶型嘅。但係始終嚟講，呢個樓盤佢對比一啲低門檻嘅樓盤嚟講，佢仲係有一定嘅門檻嘅。不過而家嗰啲開發商都係一房一二㗎，只要你睇啱樓層戶型，價格都係可以商量嘅。有需要揾嗰啲價格優惠嘅都可以你揾我咁簡單總結一下啦，遠洋天鑄係一個典型產品大於佢嘅區位優勢嘅樓盤。其實呢個樓盤唔係所有人都合適嘅，而且每個人嘅需求亦都唔同，情況都唔同，可選擇性亦都係唔同嘅。尤其係唔係咁適合追求低密度安靜居住嘅環境，同埋如果預算有限嘅購房者，我建議都可以多對比一下其他嘅板塊或者係其他樓盤。我係阿豪，一個從業超過13年、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我每日都會用心咁樣同大家分析中山各個板塊樓盤嘅情況。如果需要深度了解或者根據你嘅實際買房需求，響我哋中山想要買靚房揀好房嘅，都可以嚟揾我我會一對一幫大家定製最優嘅買房方案。只要你講出你嘅實際買房需求，你想要嘅板塊戶型，我都會實實在在咁樣幫你去做好買房嘅規劃，幫你哋避開響中山買房容易踩到嘅坑。有需要嘅朋友隨時嚟聯繫我